让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的话，记载在新约圣经路加福音第7章第11到17节。路加福音第7章第11到17节，和合本圣经记载在88页，其他版本请看荧幕。新约圣经路加福音第7章11到17节。过了不多时，耶稣往一座城去，这城名叫拿因。他的门徒和极多的人与他同行。将近城门，有一个死人被抬出来，这人是他母亲独生的儿子，他母亲又是寡妇。有城里的许多人同着寡妇送殡。主看见那寡妇，就怜悯她，对她说：“不要哭。”于是近前按着杠，抬的人就站住了。耶稣说：“少年人，我吩咐你起来。”那死人就坐起，并且说话。耶稣便把他交给他母亲。众人就惊奇，归荣耀与神，说：“有大先知在我们中间兴起来了。”又说：“神眷顾了他的百姓。”他这事的风声就传遍了犹太和周围地方。以上。这时请本堂郑牧师来讲道，题目是《耶稣与现代人》第5篇，耶稣与绝望的人。耶稣与绝望的人。我们同心来祷告。慈悲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平安经过1个礼拜，特别在上礼拜，我们刚刚庆祝纪念过主耶稣的复活节，我们充满了盼望在我们身上，我们为此献上满心的感恩。也在这7日的第1日，主复活的日子的时候，我们能够有福气再来敬拜你，我们也献上满心的感恩。祈求主，你赏赐我们每个人都有谦卑、敬虔、顺服的心，要来领受你的话语，赏赐我们有属灵的智慧，开我们的心眼，让我们能够明白。我们这样祷告，奉告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大家平安。我们继续在耶稣与现代人中间，我们已经进到第5讲。我们要问说，耶稣难道只是2000年前的耶稣吗？他只知道那时候要帮助以色列人吗？然后他对现代我们这么复杂的情境，他能够有所帮助吗？以前我们在以前听不到的这些忧郁症等等这些呢，现在到处都是。像这些事情，耶稣能够帮助我们吗？我们现在这么复杂的情形，耶稣他如何来帮助我们？我们可以从圣经中间可以看到，我们列举了10个状况，要一一的来讲。我们已经讲过前面跟罪人、跟病人、跟劳苦大众、跟孤单的人。今天我们要进到第5讲，乃是跟绝望的人。接下去我们还有这几项。我们盼望呢，主耶稣不是只有停在你的脑海中间，而是在你的心中。他跟你息息相关，他不再只是一个知识，只是2000年前的这个耶稣而已。他现在仍然活在你我中间，要成为我们的帮助。我们在讲到罪人的时候，提到我们有可能是我们也可能正在行罪人，就是不完全的人。我们可能不完全正在仍然做不完全的事情，是神不喜悦的，就像行淫的妇人一样。主耶稣要告诉我们说，他也不定我们的罪，但是不要再犯了。有可能我们是像那一个妇人，她充满了罪恶，她到主耶稣的后面就在那边流眼泪，泪流到能够洗耶稣的脚。耶稣要告诉她，你的信救了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我们可能是像这样，也可能是像我们明知道自己是不好的，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办。就像利未一样，就像腓利一样，主耶稣叫他的时候，他就马上跟从了主耶稣。或者是像跟主耶稣一起钉十字架这个犯人，被钉十字架是多么大的，犯了很大的罪。在最后1秒钟，他求主纪念他的时候，耶稣跟他讲：“你今日要跟我同在乐园里。”不管你是在哪一种情形之下，主耶稣都要帮助你，主耶稣要拯救你，因为我们都不是完全的。
这是我们讲到罪人的时候。我们讲到病人是主耶稣用手去摸一个麻风病的人，他可以用口命令这个麻风病人就好就好，但是主耶稣要让那个人知道，他是真心的关心他。人离麻风病人离远10丈以外的人，但是主耶稣不只是没有离那么远，还去手去摸着他。耶稣要让我们知道，他受了刑罚，我们得到平安；他受了鞭打，我们得到了医治。为什么能这样？因为他为我们钉十字架。劳苦大众里面呢，耶稣看到那时候的这些群众们，就像是羊没有牧者一样，都流离困守一样，所以他就动了慈心，就帮助他们，教导他们，医病赶鬼，为了要使他们有得救的这个盼望在，也告诉我们要去关心像这样子劳苦的大众，也要我们能够随走随传，将好消息能够传给更多人的知道。等一下我们有新眼光电视台会在我们中间报告，其实这是也是另外一种现代的人的时候，必须透过媒体无眼福界，不是只有坐在这边才听得到福音。你只要愿意打开电视，你愿意转到同样的频率之后，你就能够看到主耶稣的好消息。让我们知道，要主耶稣要我们去关心到所有这些大众们。上次我们讲到孤单的人，我们讲到孤单是讲到在一个被鬼附的人，那鬼有多少人呢？耶稣问他：“你的鬼叫什么名？”他说：“我叫群。”表示是相当多的这些格拉森里面的一个这个人，耶稣将他赶走了。人家再来看那个人的时候，他已经穿老衣服坐在那里。要问我们，我们是不是也是有很多的群捆绑着我们？有可能是网络，有可能是情欲，有可能是这些毒品，有可能是我们自己想要的，不是需要的东西，有可能我们在这个世上的一些这些金钱的诱惑、民生的诱惑等等，这些是不是这些已经让我们受到整个被捆绑了？在神主的眼光来看，这就是一个孤独的人。主耶稣要让我们得到从这中间得到了释放。让我们再次穿好衣服，静静地坐在主耶稣面前听他讲。让我们恢复到主耶稣神上创造我们起初的美好。这是前面我们所讲的4讲。今天我们讲到这个第5讲里面呢，是讲到绝望的。其实耶稣在他的生涯中间，他常常面对很多个绝望。在约翰福音第5章第2节到第9节中间记载的，有一个人他在毕士大湖旁边躺着，在那边躺了38年。因为传说这个毕士大湖这池里面的水要一动的话，谁第一个跳下去的，他病就得到了医治。虽然圣经中间没有讲到这是真是假，但是我想一个人等了38年，显然是真的。里面还讲说这是一个天使下来做这件事情，大概也是神要让我们有得医治的盼望。一个人等了38年，你想他是不是非常的绝望呢？这是第一个看到的。第二个呢，耶稣碰到这情形，在路加福音第8章43节到48节，很多人围着耶稣走的时候，突然有一个血肉的12年的妇女，她去摸了耶稣的衣服里面的穗子。讲到这个妇人呢，她是血肉12年，一天到晚血流出来，流了12年。她不是没有去处理。圣经里面讲到，她花尽了她所有的财产之后，仍然没有办法得到医治。想想我们要是这样的时候，12年中间，你一直在血肉，你花尽了所有的钱，你找尽了所有的医生，都没有办法得到医治，你仍然觉得人生是有意义的吗？是不是也是已经陷入一个绝望的这种境界？在马太福音17章14节到18节，那边讲到有一个父亲为了他的儿子，他的儿子是有这个癫痫症，他儿子因为这癫痫非常的苦，圣经里面记载说，屡次跌在火里，屡次跌在水里，因为受到鬼附，
而这个鬼妇让他非常的不舒服，会突然就是这样子会发癫痫出来，还有口吐白沫，还会伤害自己，甚至会在火里在水里面。做父亲的非常的非常的难过，也陷入到绝望。耶稣不只是面对很多这样的情形，我们只不过拿这3个情形来讲。耶稣面对这些绝望的是怎样的？他重新让他们得到了希望。在路加福音、约翰福音5章2节到第9节继续讲说，这个耶稣问这个病人，这个瘫子问他说：“你愿意得到医治吗？”他说：“我没有办法，因为我每次要下去都已经有人下去了。”耶稣要他起来，他就拿着他的褥子开始走路。不是只有感觉好，好像比较好了，没有，他开始走路了。38年来没有办法走路，他能够走路起来。耶稣就是带给人的不只是希望，而是得到了医治。对于血肉的这12年呢，也是一样。耶稣感觉到他的有能力从他的身上出去了，他就问说：“谁摸了我？”学生们告诉他：“这么多人围着你，都是碰来碰去，怎么会？大家一定会碰到你啊！”没有，因为有能力从我身上出去了。这妇人就只好出来自己承认是他摸了耶稣的衣服，只是不过是衣服里面的穗子而已。那是最角落那个有跟没有一样的地方，就有能力出去到上去。耶稣就医治了他。耶稣说：“你的信救了你，你的信救了你。”耶稣常常给绝望的人带来的希望。被鬼附的这个也是一样，耶稣斥责了那鬼之后，污鬼就离开他，那孩子就立刻得到医治了。我们今天所看这个经节里面记载的另外一件事情，这记载的事情是耶稣让一个死人复活。所以耶稣呢，他不只是会医病，不只是会赶鬼，他让他信，他可以让信他人完全得医治。刚刚讲那些都是完全得医治啊，而且啊，他还有权柄战胜死亡的权势，使人的肉体的死亡呢能够复活。这边讲是肉体的复活，而不是我们想象中人死了之后，我们灵魂到天堂去，然后我们有永生的盼望。不只是这样而已，是一个肉体的死亡的复活。刚刚读的经节里面讲到说，那时第15节说，那时人就坐起，并且说话。他不是坐起来好像是一个茫茫然一样，没有，他还说了话。然后耶稣就将这个交给了他的妈妈，是一个肉体上面的这个完完整整的这个复活起来。我们要知道的是，重点呢，并不是耶稣他是否有这个权柄，而是他愿意，而且他主动的来帮助世人。他愿意吗？他愿意给世人有这个盼望吗？这才是重点。要是我们都知道神一定有很大的的权柄在，但有权柄他不愿意帮助你，有什么用呢？或者甚至他是一个负面的，就像阿敏总统，乌干达的阿敏总统，他有权柄，但是他残杀他的百姓，100万人以上。你说他有权柄有用吗？没有用。有权柄又要是美善才有用，而且是要有信实，从亘古到现在都没有改变过，你才能够相信啊。像我们政府的人员，要是人讲话这么前后颠倒说谎，你能够相信他的话吗？他说我好，是真的好吗？现在好，是以后也好吗？这几样都是非常一定要连结在一起的。你相信的神是一个有权柄的神，又是一个美善的神，又是一个信实的神，缺一不可。主耶稣他有权柄让一个死人复活，没有问题，他有这个权柄。问题是他愿意是一个美善的吗？他是一个信实的吗？他愿意跟主动来帮助世人吗？他愿意让世人有这个盼望吗？圣经中间给我们记载是白纸黑字，明明白白的告诉我们，神给我们的盼望是什么，神给我们的应许到底是什么。我们来看今天的经节里面讲到在拿因城所发生的事情。拿因城乃是在加利利省的南部的地方，在那个地方是平常很少人到那个地方去。在那里边今天的记载里面，它有在他们的城门口呢有2个行列相逢了，
第一个行列呢，乃是耶稣跟他的门徒，还有很多跟从他的人，他们在谈论什么呢？跟耶稣在一起，一定是在谈论有关生命的道，因为很多人不知道神有一位神，而这神的心意是什么？他讲的是那种永生生命，让我们可以走在神的心意里面的。所以这个行列的主角是耶稣，同时他们说一定是充满了这样盼望，充满了喜乐，充满了生命，充满了平安在他们身上。但是另外一个行列呢，乃是一个寡妇，跟抬着她死去的独生子和陪同他的许多人，这是一个送殡的行列，是一个丧礼。在这个行列中间呢，他的主角就是死去的这个少年人，还有无助的寡妇。我们常常讲的是绝望，就是寡妇死了儿子，他已经不再有盼望了。这个行列是一个充满了绝望、充满了悲哀、悲伤、充满了死亡、充满了忧愁。这两个行列在门口里面碰见，一个是我们可以想象是带着盼望、追求平安、喜乐生命的；一个是乃是要将一个死人送到一个地方去埋葬，而跟这个死人的妈妈呢是寡妇，所以她是简直是埋葬完就所有的希望就没有了。因为在犹太人他们的记录里面呢，他们的规定里面乃是妇人不能继承财产，只有男人才可以继承财产。所以这个寡妇她有这个儿子在的时候，她还可以继承她先生留下来的财产。但是等她的儿子死掉之后呢，她就必须放弃所有的财产，她不再有财产了。所以旧约中常常一直讲到，犹太人必须要关心这些寡妇孤儿，都是没有人可以照顾的。所以你可以想象这种情形是多么悲惨的这个情形。两个队伍在城门口相逢了。这时候主耶稣他到底的回应是怎样？主耶稣使世人的绝望变成了盼望。第一个动作是他看见了，他看见了他的这个妇人的寡妇，她的眼泪，她的悲伤，她的无助，她的绝望，因为他知道犹太人的规定，他知道这是一个寡妇。等他送完这个送殡行列之后，他回去是一无所有。耶稣知道他是一个非常没有盼望的人。这个里面还讲到有很多人陪伴着这个妇人去走，他们也是同样的这种概念。他知道这个寡妇回来之后就什么都有，他们能够只用慈悲的心怜悯了他们，同情他，跟他一起走。耶稣看见了那寡妇她的无助，她的绝望。耶稣看见之后如何呢？耶稣就怜悯了他。我们刚刚在看劳苦大众里面讲到的经节里面提到，耶稣看到我们大众就像是羊没有牧者一样，就动了慈心。耶稣一样，你想想这两个队伍，这个队伍看到耶稣的队伍，他也没有请求耶稣你来帮忙我吧，是耶稣主动的就去看，他看见了就有行动出来，他怜悯出来就开始有行动了，他就去对他说不要哭。为什么他可以讲不要哭呢？我们很简单可以告诉人，你不要伤心，不要怎样。你对他一点帮助都没有，你告诉他不要怎样，对他一点帮助都没有。你能够真正去帮助他的时候，你讲的话才有意义在。耶稣知道他要怎样去帮助他，所以告诉他说你不要哭。接着耶稣的动作就是去按着这个，我们这边讲是按着杠。这边为什么不是用棺材按着棺材呢？原来那个小孩子，那个少年人并不是用棺材装的，它是一个抬尸架，只不过一个好像是一个担架一样而已，用竹子编起来的一个架子，然后尸体摆着，用一个布盖着。大概也是在让我们知道，这一个妇人，这个寡妇呢，并没有家里是非常穷的，连棺材都没有，她只能很简单的去到坟墓的地方，大概挖个洞，就这样摆上去而已。耶稣去按着这个杠，按着抬尸架，抬的人就停止了。这个行列原来是带着绝望、带着悲伤、带着无助往一个地方去。到那边之后，这些绝望就已经实现在这寡妇的身上。
耶稣按住他，队伍就停住了，也代表耶稣是将这一个悲伤的这个行列，带着这种眼泪，带着无助，这些死亡甚至死亡都要停下来。耶稣看见，耶稣怜悯，耶稣告诉他不要哭，耶稣停住了这个队伍，然后耶稣对那死人说：“少年人，我吩咐你起来。”那少年人就活起来了，他就活过来了。我们看见主耶稣的权柄。接着主耶稣就将这个少年人交给了他妈妈。你可以想象，你要是那个寡妇的时候，他的情形是怎样？马上他的眼泪一定变成是喜乐，喜极而泣的，他变成是一种欢乐、欢笑，他的悲伤会变成喜乐，他的绝望转成了盼望。这时候我们看见其他跟着这个寡妇一起走这些众人也一样感受到这样的，他们感受，他们就非常的惊奇，就归荣耀给神。他们说神眷顾了他的百姓，神仍然存在，并不是不存在。他看到需要的时候，他就怜悯之后，他就眷顾了他的百姓。你觉得在我们世上有什么事情比寡妇死的儿子更绝望吗？什么希望都没有了。但是连这样的情形，主耶稣主动的去帮助他。耶稣看见了，耶稣就动了慈心怜悯，耶稣就上前去告诉他：“你不要哭。”就按住了这个队伍，要将这些悲伤、无助、绝望的东西全部都把它停住，然后要那个少年人起来，就将他活生生的交给他的母亲，将一个绝望改成了盼望。主耶稣就是这样子的关心我们现代人。4月11号的新闻里面讲到4月10号的时候，就是上个礼拜二，在树林有一家有3口，再加上另外一个是小姨子，他们烧炭自杀了。人家知道的时候去看的时候呢，已经死掉了，也没有写什么遗书，只有他有一个爸爸妈妈，还有一个女儿，再加上这个太太的妹妹。这个女儿是国中的女生，前一天还没下课的时候，他爸爸就用摩托车去把她载出来，告诉老师说家里有事情。这个女儿她写了一个遗书，她不得不要跟她的父母走，很抱歉，她没有办法为她的同学办生日舞会。她女儿抱了她的宠物，一只吉娃娃的狗，再加上这个小姨子是智能不足的，总共4个人烧炭死掉了。看他们的情形，报纸上写说，因为他们夫妇加起来的收入每个月不到1万块，他们负债的100万，其实都是这样，卡债，然后水电、电话等等这些，他们受不了，因为也没有写什么，所以大家想象中他们大概是受不了每天的推债，这种催债的问题，这是一个援助。我不知道你看到像这样子的新闻之后，你心里面有什么感受？你有可能只是感受到我们的社会病了，我们的贫富为什么差距这么大？为什么没有人去关心这些贫穷的人？但牧师的看见是另外一方面，他真的是没有盼望的吗？他是不是因为没有盼望的，没有信靠主的这个盼望在他身上呢？连一个寡妇死的儿子，因为耶稣的出现，就重新有了希望。只不过是一个欠债100万而已，竟然要牺牲4个生命。神所创造的生命，每一个都是宝贝的生命，只为了这样子，他们就自杀了。是不是因为他们没有盼望在他们身上呢？或是同样在树林的地方，有一个爸爸将他的2个小孩杀死，将他太太杀死，最后也自杀了。虽然他是因为恨，因为很多事情引起的，但也是因为没有盼望啊，不是吗？
我们觉得很多的悲剧都是因为这样，他看不到未来，他看不到他能够有改善的这种机会，所以他就觉得失望了。我不必要留在世上。我们有感受到那些人每天在电视上所看到，你有这种感受吗？因为他们没有希望，他们没有盼望，他们没有主耶稣给他们的盼望，他们不认识主耶稣，所以他们碰到问题的时候，他们就用死来逃离他们。今天我们所看到这个寡妇死的儿子，他也没有求耶稣，但是耶稣愿意主动来帮助他。耶稣希望透过我们每个人去做这个事情。耶稣没有办法面对所有世上这么几十亿的人，但是透过我们基督徒之后，我们领受主耶稣的盼望在我们身上，我们就能够将这信息带到他们身上，让他们能够亲自去领受到主耶稣给他们的盼望。我不知道你看到这些看了寡妇死的儿子的事情，再加上我们社会上这些事情之后，你有什么的感受呢？这是讲到别人，我们回来想想我们自己好了。你觉得你的生活中间，你的情感、你的婚姻、你的家庭、你的人际关系、你的工作、你的事业、你的身体、你的心灵，也是有这些眼泪、悲伤、无助、绝望跟死亡吗？我相信我们现在的社会，我们的经济等等这些，造成很多人生活非常的困苦。我们都没有，好像都没有办法，到处什么都在涨，政府没有办法抑制，我们就没有办法，只能是承受这些。我们是不是因为这些外在的因素，就引起我们开始有一些整些问题就出现了，包括我们的心灵的部分都开始出问题。宗教信仰是看我们的心灵，但是心灵难道对身体没有关系？当然有关系啊，会有所影响，都会有影响。你有这些问题吗？我们看看耶稣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今天透过这些寡妇的跟他儿子里面告诉我们，他今天仍然在眷顾着我们，而且他要跟我们相逢在今天，他要看见你，要怜悯你，然后要对你说不要哭，而且他要按住我们的眼泪、我们的悲伤、我们的无助、我们的绝望，还有那死亡的价值。当他们停下来，然后要将你的哭泣转为欢笑，你的悲伤转为喜乐，你的绝望转为盼望。主耶稣不再是只有2000年前主耶稣，他现在仍然跟我们同在。他借着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他医治了这么多人，他给这么多人的盼望，连死人都得到复活，也是要告诉我们，他是一个有权柄的，他是爱我们的，否则他不会道成肉身为我们钉十字架。他是现实的，在圣经中间所提到的事情，在我们身上都会实现。当然，我们将这主权交给神。所以这时候我们要看说，耶稣他医病赶鬼使人复活，并不是要我们人永远不死。每一个人都去求神啊，你让我死掉，又让我复活起来，是要这样吗？并不是的。耶稣他不愿意破坏神所设立的自然律。他只不过是让人知道说，他是掌管人生命的主，然后他爱世人，他能，而且他也愿意帮助。但是我们仍然碰到很多的困苦。主耶稣要透过保罗告诉我们，在哥林多前书第10章第13节说：“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神不会加添我们所忍受不了的试探在我们身上，他还会开一条出路给我们。我邀请大家一起来念这个经节，来。我要你们将这一句话好好的牢牢记住。哥
哥林多前书10章13节，1013。你碰到任何问题的时候，你要想起这句话。神加在我们身上所有的试探、所有的考验，都是我们忍受得了的，同时又开一条出路给我们，叫我们能够忍受得住。你觉得你没有办法的时候，神要开一条路给你啊。你有可能靠你自己没有办法，但是你靠神，他就能够帮助你。基督徒遇到问题的时候，不是祷告求主将这个问题挪走，而是求主给你能力，开一条出路出来。因为只有你去面对这个问题，你解决他问题的时候，你才得到了成长，你也才能够再去帮助别人。主耶稣要帮助我们，连绝望的人，主耶稣都愿意帮助他。你愿意将你的眼泪、将你的悲伤、将你的无助、你的绝望、死亡交托给耶稣吗？你愿意让耶稣现在来医治、释放、解决你的问题吗？我现在邀请大家眼睛闭起来，我们好好的想看看，在你的生命中间，你有眼泪吗？你仍然有眼泪吗？有悲伤、有无助、有绝望吗？你愿意主耶稣来医治你、释放你、解决你的问题吗？你若是有，而且你愿意的话，我要请你站起来。牧师要为你祷告，求那位赏赐我们有盼望的神，主耶稣要亲自来帮助我们。你觉得你的生命中间，这是你跟神的关系，所以我们不用去看别人，我们就把眼睛闭起来。你仔细的思考，你的生命中间是不是一直仍然有眼泪？有悲伤，有受到冤屈，你有感到很无助，你感到很绝望，你有身体上的病痛在，一直没有办法得到医治，所以你愿意让耶稣来医治你，来释放你，来解决你的问题吗？愿意的，我们就请你站起来，我们要为你祷告。慈悲的阿爸父神，亲爱的主耶稣，我们现在站在你面前的这些人，在他们生命中间，他们仍然有眼泪，仍然有悲伤，仍然有受冤屈，仍然有身体欠缺，有病痛，有绝望的事情。他们愿意到主你的面前来，能够得到主你的医治，得到主你的释放，得到主解决他们的问题。我们知道你是大有能力的，就像寡妇的儿子死了，主耶稣你仍然让他复活起来，所以我们就将这些人交代在主你的手中。你知道他们每个人所面对的这些问题，我们祈求主你亲自来看顾他们，你亲自来医治他们，你亲自来释放他们，释放他们，让他们心中的这些痛苦、苦楚的疾病，或是这些无助等等，这些都得到主你的安慰跟解决。我们将这些人交托仰望在神你的手中，我们要奉靠主耶稣的名，圣灵的力量，将这些人身上所带到主面前的，都一一得到主你的帮助跟解决。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主耶稣要帮助你们，盼望不是只有现在牧师为你们祷告，你们回去继续祷告。从今天的经节你就知道，主耶稣愿意帮助，连那些死掉都能够得到复活。我们并不是祈求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得到死的复活，而是知道主有这个主权在。我们中间或许有人是尚未信主的人，所以尚未信主的人，你第一个步骤，你应该是要回到主的面，你愿意接受主耶稣做你的救主。他耶稣能够看见你，也能够怜悯，也能够对人说不要哭，要伸手来帮助痛苦、绝望这些都停止，而且要承担你的罪，救你脱离你的眼泪、无助、绝望等等这些。所以我们中间要是还没有信主的人，你愿意接受主耶稣为你的救主吗？我们仍然
我们也是眼睛闭起来，我们继续为着这些有愿意要为接受主耶稣救主的人，我们为他们祷告，让他们有柔软的心。有这样的人，愿意的人，我们请他站起来，我们也要为他来祷告，让他能够接受主耶稣为他的救主。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看见那些罪人，你仍然不定他的罪，你只是告诉他们不要再犯了。你那些对犯的罪很重的人，你告诉他，因为你的信，你就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因为你得救了。站在主你面前的，他尚未接受主耶稣为他的救主，但是他愿意要来接受主耶稣为他的救主。我们求主你柔软他的心，你帮助他，让他有属灵的智慧，能够更明白。你赦免他过去所犯的这些罪，你接纳他成为你的儿女，你就将你的祝福，将你的恩典临到他的身上。我们这样祷告，奉告主耶稣的名，阿们。请坐。我们盼望今天首篇我们告诉我们是主耶稣，他跟现代人并不是只有2000年，他现在仍然在我们中间。他连绝望人，他更加要去怜悯他，要去帮助他。盼望我们在生活中间真正能够体验到主耶稣是仍然活在每个人的心中。我们同心来祷告。慈悲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差遣主耶稣到我们世上来，告诉我们你爱我们，不是只有口头讲而已。主耶稣还为我们钉十字架，用行动来告诉我们。他说到了刑罚，我们得到了平安；他说到了鞭伤，我们得到了医治。今天我们看到，连寡妇的儿子死了，主耶稣都愿意让他复活起来，因为主耶稣你有权柄，你也是美善的神，你也是信实的神。我们今天已经将我们所有的问题带到主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主，你允许要帮助我们，要加添我们力量，让我们有能力能够去面对这些试探，面对这些苦难。献上我们的感恩，祈求主继续帮助我们。我们这时候也要重新用使徒信经再次的来做信仰告白。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应，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彼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3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的复活，我信永生。阿们。